继续来到中华花坛，一间专门咧种鹿角桂的工寮，三个火烧厝，一寡贵重的鹿角桂装修了了。最近这几冬来，鹿角桂真热，若是较稀有的品种，一丛拢超过100万。这头家的心是真痛，讲伊所种的鹿角桂上贵的，一丛是4万到5万块，初步的损失超过50万。 大火烧甲真严，拖烧到规间工寮。民众看到这个状况，喊卡119，火势顺利地10分钟互拍花。是讲温室的工寮，红烧甲剩体价尔。就是从前面开始烧。彰化花坛乡一个种鹿角桂温室的工寮，昨7点多发生着火灾，大火将温室拆只落爆，现场红烧甲乌索索。 巷内底规箱箱的鹿角桂，拢特别红烧了了，横主足心痛。贵的在前段，后段也有啊，就有一些。前段比较贵的全部都烧掉了。对啊，4、5万应该差不多，最贵的啦。就算恒温无互火烧着的，马拢已经变大黄。燃烧大概有50平方公尺。那室内主要是说有栽种一些鹿角蕨，现在比较高单价的经济作物这样子。这几年来，国内外掀起着室内种鹿角桂热潮，为栽发到半成长需要1年到3年的时间，一般会当卖破1000块。若是已经培养成长，继续会当来到上班，甚至是上百万。业者估计这场大火损失超过50万，若导火原因，会个进一步调查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